听讲这是青冈里动物会食的细细粒啊。用酒祭神、敬天、敬地。面的那个土上面都没有掉叶子造型，这个小枝是刚挖的。这个树皮较特别啊。这里处理看。这会不会就是所谓什么山神之类的？然后这是山底的脚印，唔知这是不是动物啊用的像迷彩装的树啊？这色足奇怪对不？对啊，这是叫仔色还是啥物色？还是火的色？还是铁的色？铁仔的色？叫你水掉，你无好好欣赏一下。你嘛本来是边就无一样。张威笑要痛啊！你第一头都要拔倒对吧？你拔到水内面对吧？你这样足寒的无？对啊，所以后摆爬山要安怎？爱说你，爱说你哦。会寒不？过寒啊！我们一起享受温暖的跟爸爸妈妈帮我们。可是这不是爸爸妈妈帮我准备。你不觉得很美吗？超美！你瞧，你知道已经送到江去了。啊？哎，给我一张。猴子大便。它以前是有人住的吗？这应该是一个工作站。工作站。你跟他卖股哦。造型真趣味，谁最真趣味啦？啊，你看有水滴，有没有？水滴好漂亮。所以敢若是一个人的头哦。跟地球一起变老的时候呢，就消失了。很少有植物会从地球诞生到现在都还是有，从恐龙时代就有。看吧，两支，哦，两支桑葚蕨哈，对淡南古道家。